235節樣講釋家啲，係講已經半日要聽到家嘅聲，係嚟晒嘅聲呢？上帝嘅聲，上帝嘅聲，當然家嘅講出本是個特叫嘅聲啦，最重要啦，因為人類世間呢最重要就係特叫，上帝嘅聲寫出、傳出本隆重人有特叫，也都係家嘅福音。傳出本隆重人特叫，我僕人傳出上帝嘅福音，就係上帝嘅聲，係嚟晒聽，係咪人根本日要聽到呢一個福音，就係聽到上帝嘅聲嚟講，因為我傳嘅福音，隆重人、信人、耶穌基督都係得到永久嘅生命，隆重人、信人、耶穌基督。係一個救主都得到永久嘅生命，那是個特叫啊，都咩是個做嚟，咩是個揭嚟，咩是個潛嚟，人類唔有出現自家嘅罪惡，人類唔有解決自家嘅罪惡，單淨係上帝嚟到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3日然後佢復活，佢嘅當個死。一個保險下面自家嘅罪惡嘅方面，嗱，他相信佢啥都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師父所說2條8節有人講到，你認為都係上帝嘅恩典，是個特叫，咩嘢單殺用功潛來嘅，咩嘢單殺潛來嘅，咩嘢單殺做來嘅，但係上帝本嘅恩典，那上帝做出嚟恩典本隆重人得，阿撒謙卑，打開心，打開口，信任佢，相信佢，係個叫主，即刻去得到上帝嘅恩典，都係得救嘅恩典。上帝祝福，阿門。